好，今日同大家講一個字叫做 maiden。嗱，maiden 呢個字咧，既可以做 noun，又可以做 adjective 嘅。咁咧做 noun 嘅時候係解少女啊、處女或者未婚嘅女孩子啦。嗱，咁由於咧處女咧佢係未發生過性行為嘅，如果佢真係有性行為嘅話咧，都係第一次。於是乎咧 maiden 咧就引申到咧係初次或者叫做首次啦。嗱，maiden 呢個字咧係可以形容咧，譬如話 a maiden flight、a maiden voyage。其實呢兩個字都係解作咧首航或者叫處女航。但係有咩分別咧？嗱，如果你話咧，a flight 咧，即係表示咧，形容咧一隻啱啱做起嘅飛機去第一次去航行嘅，我哋叫呢個咧處女航咧係形容隻飛機㗎。a maiden voyage 咧，當然咧係指咧一隻新船下水啦。咁咧佢第一次作出呢個航行嘅，我哋叫呢個航程咧就叫做 a maiden voyage。好啦，咁喺我嘅南華早報嘅文章喺今年嘅1月8號啦，咁我就講及咧呢個新嘅考試制度啦。咁好啦，佢話 in about 3 months。嗱，小心喎，當 in 加一段時間，如果用 will 嘅咧，佢係解作之後嘅意思。佢話咧係根據即係我所講咧，就係話喺3個月之後咧，呢個考試局咧就將會咧展開咧佢嘅 The Maiden English Exam of the New Syllabus。意思即係咧係第一次咧考呢個咧就叫做新嘅 syllabus。第一次嚇，好，咁今日係咁先。